好啦，咁我哋落到去咧就另一個嘅三角形嘅有關嘅公式啦。咁今次咧講到一個叫做餘弦公式 cosine formulae， 唔好意思啊。咁 cosine formulae 咧就佢咧主要都係揾邊同角，咁但係佢啲公式咧就有少少改動嘅。咁咧所以咧我哋先講咗啲邊長嘅公式先。嗱，咁呢條公式咧佢點樣起源咧就複雜啲嘅。咁我會另外拍一條片咧講佢點樣得出嚟嚇。咁但係咧就如果一般同學你冇乜興趣，即係點去知道佢由來嘅話咧，你記咗條公式就可以啦。咁簡單嚟講咧，你要揾某一條邊 A 咧，你就要揾翻其他另外兩條邊 B 平方加 C 平方，咁啊再乘翻兩條邊乘二嘅，再乘佢 cosine 嘅夾角，咁都幾複雜啦。咁但係講嚟講去咧，唔使咁緊張啦，因為咧 formula 嘅02咧就係喺計算機 formula 02咧就係呢條公式嚟噶啦。咁所以咧通常就背咗條公式，跟住咧就放翻啲位置入去就撳機咧撳個答案出嚟嘅啫。咁啊呢個咧就真係要花啲時間咧就去記憶咯。其實 trigo 咧就幾多嘢要記嘅，咁所以咧你都要擺啲心機咧去記下啲公式。好啦，咁啊點樣用咧？我哋睇下啲題目咯。好，睇下第一條啊嚇。咁啊第一條咧，你要睇下佢點樣用得到嘅咧，就通常就有兩條邊加一隻夾角，兩條邊加一隻夾角咧就係 cosine formulae。咁啊而 sin formulae咧，如果你頭先都記得嘅話咧，其實個關鍵咧就一對一對嘅，一對一對咁去睇。咁但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兩條邊加個夾角嘅情景。咁所以譬如第一條咧，嗰兩條邊係4同5啦，咁嘅夾角就係65度。咁你放翻條公式咯喎，就4平方加5平方減2乘4乘5，再乘翻咧佢哋嘅夾角65度嘅 cosine。咁你撳計算機咧就方為02啦，咁你跟住咧就撳翻啦4啦5啦，跟住佢就問你隻個 theta 就即係講隻夾角啊。咁啊65度，咁你就會出到咧嗰個邊長咧就係4.91個 cm 啦，咁啊做完噶啦。咁即係你放條公式咧就做到噶啦。咁啊第一條做完啦，咁啊睇下第二條咯喎。其實個效果咧都係一樣嘅。咁啊兩條邊一隻夾角，咁所以咧嗰條式咧 B 咧實際上就會係開方3嘅平方加8嘅平方減2乘以3乘以8，再乘 cosine 咧就42度。好啦，咁啊同樣地啦，你又formula 02又嚟過一次啦嚇。咁你跟住咧，今次就3啦、8啦，跟住夾嗰隻角咧就係42度。咁你應該計到咧就6.11個 cm。咁啊做完噶啦。咁啊如是者咧第3、第4條咧，其實嗰個問題都唔會好大分別嘅。咁譬如第3條咧 A 咧就應該會係嗰兩條邊夾住嘅啦，就6同9啦。咁嗰隻角咧就115度啦。咁所以就6平方加9平方減2乘以6乘以9乘以 cosine 115度。咁所以你撳機嘅時候咧，你撳翻formula 02啦、6啦、9啦、115啦，咁咧就出到12.75幾嘅。咁所以咧就12.8個 cm 啦。咁啊去到第4條其實一樣啊，15、11咁啊夾住嗰隻角咧就73度。好啦，咁所以咧 A 嗰條邊咧就係15平方加11平方減2乘15乘11 cosine 73。嗱，咁你見到我一路咧都好少話你真係背嗰條公式嘅，咁啊就反之咧就記住兩條邊一隻夾角，咁跟住咧就用翻兩條邊嘅平方相加減2乘嗰兩條邊，再乘嗰兩條邊嘅夾角 cosine。咁你跟住咧就撳機啦。嗱，咁你要記咗條公式啦，放得啱啲位啦。嗱，咁啊有陣時候咧你真係唔記唔到條公式咧，你夾硬嚟咧都要好小心啊！即係話咧，你唔好夾硬咧就抄咗個答案喺計算機之後咧就寫錯晒條公式，咁啊中間都唔會俾分你嘅。咁呢個答案咧就15.8個 cm。好啦，咁如果呢條題目咧翻轉頭啦，即係話咧我唔係揾條邊，係揾隻角。嗱，其實呢3個公式咧雖然間咧好似好唔同啦，咁但係實質上咧佢都係由頭先嗰組公式嗰度咧就移動翻嚟嘅啫，透過移項而移出嚟嘅啫。咁我就
又會喺一條獨立嘅片裏邊咧，就去講翻點樣去移到條式出嚟啦。咁而家咧大家都係一樣啦，就係記。咁咧，但係記嘅時候咧，就你發現咧，佢其實 A、B、C 都要齊嘅，即係話咧，佢3條邊咧都要有晒，你先用嗰條公式嘅。而最難記嘅咧就係邊個俾人減，邊一個分母冇份，咁就係佢自己有咧就冇份嘅，即係佢自己有被減，分母咧就冇份。即係你要記住個概念咧就係咁樣嚇，即係話佢咧就係自己有嘅話咧就係俾人減嗰個，分子就俾人減，分母咧就冇佢份。好啦，咁咩意思咧？睇第5條咯喎，譬如第5條咧嗱，你睇住 A、B、C 其實好難搞噶嘛，我通常都唔會咁樣搞嘅。咁啊 cos theta 咯喎，theta 望住條邊咪10啊，所以個10係俾人減嗰個。咁啊分子咧就俾人減，分母冇佢份。咁所以咧嗰條式咧就係6嘅平方加9嘅平方減10嘅平方，分母咧就2乘6乘9。嗱，咁呢度咧就冇辦法啦，你要用自己嘅計算機咧就運算，咁但係就冇一條公式咧就去幫到你噶啦。咁啊咁樣撳翻計算機啦，咁個分子咧就係17，咁啊分母咧就108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咧撳翻計算機啦，咁啊 Shift cos 17 over 108啦，咁啊得出嚟嘅答案咧就係80.9度。咁咧就依次就冇 formula 咧可以直接做到啦嚇。好啦，咁啊同樣地啦，依個題目第6條4、8、11，邊個係俾人減嘅咧？就係 theta 望住嗰個11，所以咧個 cos theta 咧分子俾人減嘅咧就係11，分母冇佢份嘅咧都係11。咁所以數式係4嘅平方加8嘅平方減11平方做分子啦，咁啊2乘4乘8做分母。咁啊分子咧就負41啦，分母咧就64。好啦，平時我哋個策略咧，如果喺之前嗰個教大家嗰個方法咧，就應該你負數咧就因為佢只不過係講緊邊個象限啫，咁所以咧就唔好理個負號，跟住就撳機啦。但係如果喺 cos 嘅情景咧，喺呢一條咧，你就咁撳負41 A、B、C 64咧，其實就已經得㗎啦，佢就會出到一個超過90度嘅答案，應該就129.8度啦。咁即係130度啦嚇，三位有數字嘅話，130度啦。嗱，咁你撳嘅時候咧，就咁撳就得㗎啦，就唔需要咧再將個符號咧刻意唔抽走，跟住再慢慢整。當然都可以咁做嘅，因為佢喺第2個象限啦，因為好明顯喺第2個象限，唔會喺第3個象限㗎啦。一個三角形最多都180度啫嘛。咁跟住慢慢褪都褪到嘅，不過咧就好煩自己啊，咁所以我就唔會咁處理。好，睇第7條咯喎，開始咧我哋綜合一下咧點樣用啲嘢啦。咁 A part 咧就叫你揾 BC， 揾 BD。咁 BD 咧就喺左手邊個三角形啦。咁所以咧你就應該睇到嘅數式咧 cos 方面嚟嘅喎，因為咧7同5咧就係夾住個62度啊嘛。咁所以公式咧就係5嘅平方加7嘅平方減2乘以5乘以7乘以 cos 62度。嗱，咁你要記位咯喎，睇住啲位咧要好純熟。咁跟住用方程式02咧就會處理啦。咁5啦、7啦、62度啦。咁所以咧做到個 BD 嘅長度咧就6.4138，咁即係大概就6.41啦。好嗱，咁你做完個 BD 咧，跟住咧就要揾個角咯喎。嗱，咁我頭先寫6.4138咧，攞多少少其實有原因嘅，因為咧我哋跟住落去咧就揾角 BCD 啦。角 BCD 咧其實即係講緊一隻角啦嚇，呢隻角啦，呢隻角望住佢嗰個咧就係6.4138嗰個位啦。咁你攞多少少咧就會令到個答案咧比較準確啲嘅。cos 角 BCD， 咁啊6.4138咧就係俾人減嗰個咯喎，即係話呢個咧就係俾人減嘅，分子俾人減，分母冇佢份啦。2乘6乘8，咁個分子咧就係6嘅平方加8嘅平方減翻
6.4138嘅平方。咁啊分子啊做到58點幾啦，咁啊除翻2乘6乘8喺分母，咁出到嚟咧就係0.6132。咁啊 shift cosine 咧，你就會計到個角 BCD 咧，就應該係52.2度。嗱，依個亦都係一個技巧咧，點樣令到個答案比較準確啲啊？因為咧，如果你攞得小數位咧太少咧，雖然間話我 A part 明話3個有效數字，我咪跟翻佢咯。但係如果你攞太少咧，就有機會咧個後邊繼續計落去嘅嘢咧，就會有啲誤差都未定嘅。咁所以咧，你雖然間 A part 你寫6.41，但係 B part 你做嘅時候咧，你繼續用翻6.4138咧，攞多少少位咧去處理。通常叫攞多幾多咧？攞多2個位到啦，咁就 OK 噶啦。好嗱，咁啊落去最後一條啦。咁個題目揾 AD，咁呢個題目咧就其實有少少揾笨啦。咁啊呢個70度，隔離嗰隻角咪180度咯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先揾角 ACB 咧，就180度減70度，咁啊110度，咁好快脆就睇得到噶啦。咁咧就兩條邊係8同6.5，8同6.5，撳到幾次都撳唔啱個位啊！8同6.5。夾住嗰隻角咧就110度，咁所以咧你要揾嘅 AB 嘅長度咧就係6.5嘅平方加8嘅平方減2乘6.5乘以8，跟住 cos 110度。好啦，咁你撳機咧又係咁撳啦，咁啊 formula 02咯喎，今次邊長咧就可以用 formula 02嘅。咁啊，如果角度咧就冇辦法啦，自己計一次啦。咁啊，有啲人咧都會走去即係入咗啲公式嘅，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就冇乜大用嘅，即係嗰條公式就，所以我就唔打算咧就教俾大家啦。咁啊11.9 cm， 咁咧就成份嘅練習咧就做晒。咁呢度咧我哋睇咗成個 cosine formula 嗰條公式啦，咁你自己咧就要好好記住啲位咯喎，因為咧你第一次做咧一定係混亂一片嘅，因為你唔知邊條邊打邊條邊。但係你要花啲時間咧去練嘅，即係呢啲嘅記憶咧就要練得多咧，咁咧就熟咗咧就會做得到啦。好，咁我哋呢一份嘅練習咧傾到呢個位係。